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4年6月1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20篇，撒母耳记上卷第1章19节到27节，罗马书第8章31节到39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上帝的爱。上帝爱世人，这是圣经的主。约翰福音3章16节到17节告诉我们，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上帝将永生借着耶稣基督的降生来赐给他所喜悦的人。撒母耳的母亲哈拿因为无法生育而心中非常难过，因而他到圣殿里祷告，祈求上帝赐下恩典，并且决志将所得到的恩典献给上帝。这样的心志，这样的记载是亚伯拉罕蒙恩故事的对应。虽然是说哈拿主动说要奉献所得到的儿子，与亚伯拉罕好像不一样，但是经文的重点是在于相同点就是以爱上帝的心志来回应上帝的爱。撒母耳记上卷第1章19节到27节记载了撒母耳的出生，表达了上帝的爱。第二天早晨，以利加拿全家一早起来敬拜上主以后，就回拉玛去。以利加拿跟他妻子和哈拿同房，上主应允了哈拿的祷告，她就怀孕，生了一个儿子。哈拿给孩子取名叫撒母耳，撒母耳意思就是上帝的名，这跟希伯来文的动词求问相关。因为他说，这是我向上主所求来的。上示罗的日子又到了，以利加拿带着他的家人上去向上主献年祭，还他所许的愿。这次哈拿没有去，她对丈夫说，等孩子断了奶，我要带他到上主的殿，让他终于可以留在这边服务。以利加拿说，好吧，你认为怎么做比较好？那怎么说？留在家里的孩子断奶之后再走吧。愿上主帮助你还你所许的愿。是根据一些古本希伯来文字，是愿上主实现他自己的愿。于是哈拿留在家里乳养孩子，孩子断奶之后，哈拿就载他到示罗去，同时带去一头3岁的公牛。根据一些古译本，希伯来是3眼公牛。诗篇我们面粉1袋啤酒。哈拿带着幼小的撒母耳到展示，到上帝主的殿宇，他们宰杀了牛以后，哈拿把孩子留着给以利，并且对他说，先生，我发誓，我就是你以前看见站在这里向上主祷告的那妇人。我向上主求这个孩子，他照我的所求给了我，因此我要把他奉献给上主，他要终身来归属上帝。
于是他们就是根据一些古典商业的文化来展演，在那里他们来那边敬拜上主，就是如同约翰一书4章第7节到21节的经文说到，约翰的提醒，上帝就是爱。19节更清楚的表达到说，上帝先爱我们了。约翰一书的经文这样说道：上帝的爱从耶稣表现出来。既然这样，我们都该说什么呢？只要上帝在我们这一边，谁能敢抵挡我们呢？他连自己的儿子都不愿意顾，是给了我们众人。既然他不会把万物自由地赐给我们啊，谁会控告上帝所拣选的人呢？上帝已经宣布他们是无罪，那么这样谁还会替他们定罪？不是耶稣基督吗？他是王，那一位已经死了。其实我应该是说，是那一位已经复活，现在正在上帝右边替我们上帝祈求的。既然这样，谁能够使我们跟基督的爱隔绝呢？是患难吗？苦难吗？迫害吗？饥饿吗？贫穷吗？危险吗？刀剑吗？像圣经所说，为你的缘故，我们整天被置于死地，人把我们当作待宰的羊，都不是。在这一切事情上面，我们靠着爱我们的主，已经获得完全的胜利。因为我确信什么都不能使我们跟上帝的爱隔绝，不管是死是活，是天使或是灵界的掌权者，是现在，是将来，是高天，是深渊，是整个被造的宇宙当中，没有任何文字能够把我们跟上帝借着我们的主基督耶稣所赐给我们的爱隔绝。没有任何事可以让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这是正确的，非常清楚。牧师还是要提醒，是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阻止上帝来爱世人，但是拒绝的人却是无法得到上帝的礼物。从现代消费习惯来看，上帝的爱已经寄到门口了，可是叮咚叮咚，屋主不开门，拒绝接受，那么这个爱的礼物只好被送回去。诗篇20篇，为胜利祷告。愿上主在你遭难的日子顾念你，愿雅各的上帝保护你，愿他从圣殿援助你，从锡安山支援你，愿他接受你所喜悦的供物，悦纳你的烧花祭，愿他成全你的心愿，成就你一切的计划，这样我们就为你胜利欢呼，以颂赞我们上帝庆祝你的凯歌。愿上主成全你所求的一切。现在我知道上帝帮我们，上主把胜利赐给他所设立的君王，从他圣高天答应他，以他的大能来使他得胜，
有人靠着他们的战车，有人依靠他们的马匹，我们却信靠上主我们的上帝。他们是瓦解扑倒，我们却坚立不摇。上主啊，求你使君王得胜，我们的呼求的时候，求你应答。恳求主帮助我们明白，虽然没有任何的记号可以随着我们去的地方领受上帝的恩典，但骄傲、抗拒、拒绝，却是领受不到。感谢主这么有爱，这么的爱我们，求主赐给我们愿意领受，更愿意奉献服事的心志。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